由目前人这边前到进攻，攻到进攻，目前人好，目前人好，请坐下。休息了，你休息。各位各位所代表，助理、领袖，各位组长、同修代表，大家午安。目前人午安。今年最后这个体育咱学校来做核心，当然这个结果呢，哪边讲讲起，对比赛这个体育学校徐杰这3位教授讲了真精彩讲了真深入，应该听得到的非常的清楚。当然，经典的物件是个人的见解、个人的情感、甲个人的看法。尤其咱们在这本册内底当中，伊的主解有够济，足济当然，咱讲这个比较无清啦还是讲靠表面，嘛是欠强无欠因为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咱讲法无定法过去，咱会记这迄个咱李金凤卿的吉祥文迄个主来有这阿表的什么有所说我会记这时阵，苏博地或者讲没有定法，如来所说，没有定法，如来所讲要做什么体，嘛有没有定法，如来所说，如来所说这违法，一切现行皆违法无差别，所以违法，法律内底无一个法，无一个空法，无一个定法，无一个空法，这个法拢是一个方便算，拢是一个方便算。尤其咱做一件你讲的物件，若要讲起，这是一个真正天学理论不过因为这个咱同我直接讲，今日的讲述拢已经甲咱做清楚，这是一个理性性的结论咱学校照着这个半点钟，甲咱做一个结果安尼啦那当然，你45章内底当中，迄个台语讲台语讲了真好，这个学者咱嘛知讲，伊讲了真深入。不过因为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咱学校有几点的看法，就是讲，大乘用法，其用不备；大用用冲，其用不强；大德用分。来靠着专，来边用论，舍性谈，情性因，别一句叫做情性为定情。那一句内底当中呢，因为第一句啦咱我会感受，这是咱我个人迄个大乘用法，这个大乘是讲道啦叫大乘。那这个大法呢？就是讲，离宇宙这个大自然的道啦，看起来就足侪缺点足侪缺点。但是大自然的道，创造却离无穷无限啦而且连微分、连无量，就讲天行健君子之强不息啦我若不足，功德就不足。其实的用法就是适合所法来有庆祝像这个那来有庆祝像用啦好像
啦吼，这个法，伫咱众生的表象，在看的物件，其实伫道的物件，伫实体的物件，咱想讲就是不增不减。因为伊就是那词语量，它不增不减不少。比如咱在做一个简单的比喻啦，咱这地球，咱所有星球，咱所有一切物件，拢是道的一个显化。毋过呢，你显化，咱做比如，咱今日去遮做作一好，敢是安尼？显化较无好。哦，遮做大水，爱变大水。你这路这加做来水个敢是安尼？啊，你迄边无水，就无水个敢是安尼？其实你这粒地球的水啦吼，水迄个质甲量啦吼有差别。因为伊这个你若咱用81万咧这水，马上所有动物拢用这水，毋过这水敢拢袂熟。咱来想讲，它拢袂熟。毋过伊讲真意量就是不增不减的意思。伊道的本质的本质就是强调不增不减的意思。你讲话，你讲它是无去哦，但是伊无去哦。啊，若会无去，我请咱这地球的水，互咱这遮济人食可能食了了，敢是啊？所以伊水量，咱这粒地球。啊，我一扛出大卡无去哦，毋过这土狗对外太空去，这土拢对外太空顶顶，所以你讲大成这个道理也看，就差就遐无险，但是无险，而且无险反正正起来，跟讲你这粒地球物件，这所有的情感量拢到去外太空去，拢伫这粒地球内，啊，所以这当中。这叫做大道，全部这做一细，咱讲嘛无时间去讲这物件啦吼。这种分别就是宇宙本体的空的道理啦，看起来亲像这个空气物啦，但伊内装着无穷尽的能量吼，而且呢，伊妙用无穷啦吼，因此圣人教人不管。有教有类无圣人如此的伟大的大德啦吼，啊，今日讲起来当中就是讲，虽然大道内底当中呢，因为伊会当宇宙的实相的道理，因为伊若要甲讲起来，伊即个空啦吼，叫为空的道理当中，不别当中你通看起来，就是很像空气物，但是伊内底暗藏着无尽。无尽的妙用，咱主要你看这较快，咱就发，伊有这个地球运作，因为伊较实实，伊有玄妙，伊有暗藏着迄个实体，迄个道理内底，所以伊的运作内底当中，会使甲讲，哦，咱处理不堪，啊，用不尽啦吼，所以这句话，伫咧我人啊，我感觉你讲道啦。啊，若有道的人咧，有道的人，有道的人咧，伊大成，这个人啊，咱想作者的发现，嘛作者是好势，毋过呢，这个人伊咧处理代志，伊咧随不变，伊咧做代志，妙用，非常广。你讲我是表象，但是伊咧运作的实相甲真相你有法，比如信念，咱讲话咧，伊若想讲。代志上对不对？但你看其他讲啊，伊较比较无意义用无用，所以呢，伊的圣人，因为伊所就是哦，这个叫无为而为，哦，无为而为，而无为，所以呢，圣人因为其用无用啦吼，啊，因为伊有道，圣人有道，但是演示伊这个叫哦，你这个有情的众生的内当中。但咱受着伊的道法，伊的这个这个叫注意吼。不过第二句来讲嘅大英雄枪啦吼，其用无穷啦。这个大英咧，我是感觉吼，这个大英是讲真好，真好意思，是讲这个
是咧讲，你人是即句话大意是咧讲，能力充足的人，有能力充足的人，就叫做大。即个大英玉昌，迄个大英就是讲，能力充足的人，玉昌就是哪上？迄个虚空，虚空，迄个空是着足大意思。但是即个昌啊，咱我是甲解释叫做，伊离圣人过去2000、500几年较近啦伊敢讲是冲刷的冲啦但是即句话充足的充啦，充足的充啦毋过叫做大英用充，迄个大英的解释足圆满的物件，足满的物件啦，你甲看起来当中啦以前叫做迄个充的解释是讲，好像一个虚空的物件，足充足虚空的物件啦也说明是讲有真大的能力的人啦。毋过呢，即个大英用充的即个人呢，就是讲伊不自己不自足，伊袂讲有即个足圆满足满足的人，因为伊家己有个别自大。换一个解释就讲，即罐水若满，伊袂切得着。即款水就是因为伊一半仔市场比较少，所以大英用充。你讲，因为即个人就是足满，伊咧修为是足好，但是当中伊就看是真依靠道路真大意思。毋过当中呢，因为伊的收入就是不止袂骄傲啦，袂恐高啦，袂自大啦，伊袂自足，伊的意思应该是咱我的感受是安反用虚空，不用自用，多的大能力啦会当充虚空遍覆界啦即句话呢，亦咱头前这两句话大成玉法，其用不变，解说叫做道啦大用玉昌，其用不用，解说叫做德啦就叫咱讲一个叫做大道，一个叫做大德头前这两句话，就是讲有大道的人，有德的人啦那安尼当中后面这三个，就是讲因为伊本身的感，因为头前拢讲大嘛毋过伊讲大智若困，大巧若拙，大辩若律，这三个，就是讲大智若困，就是讲悟道即个行道的人伊有一个伊的良心本性，伊其实伊的心是正直的啦伊的心无强大心啦，反是虚空无用之用啦道的大能力，像伊讲法界无所不能啦所以讲其用无用，因为这个人当中呢，就是伊的做代是真单纯，因为伊用到一个人生本性，用到一个良知、良能来做代志，但是伊看那是话呢，足紧啦，你这妄心那其实当中啦迄个悟伊毋是悟，因为伊是足智的人，换一个解释，伊困足智啦即句叫做伊用到伊的良心本性，看来就是足柔，甲看这感觉像无啥路用，嘛无啥作为，但是伊毋是无啥作为，因为伊是咱讲安怎，咱讲大智若愚即个工夫啦。毋过呢，第二句话来就讲，你今日大巧绝，就是讲，恁头前即叫做，因为头前叫做叫做无道的人，后壁这叫的人，第三叫做无道的人，即个大道用法叫做无道，大巧用法即个叫做明道，明道之人明道之人伊是充满巧妙的创造力，伊是充满巧妙的创造力啦所以对人看出马上真笨拙啦咱看到那些无安尼啦但是当中呢，伊敢是讲迄个大巧是讲迄个巧性的巧，但是但迄个巧的
甲天，伊甲道结合一体，所以造成咱是大较强壮。毋说咧内边的论，即个内边的就是讲行道之人啊，拥有特定的地位啦吼。伊袂甲世间人争辩什么物件啦吼，看起来当中，因为比较木讷，哦，这个叫做大辩论啊论吼，迄个论就是讲，迄个刚刚强调袂甲人争辩的意思，所以空性运动，迄个叫空性运动，会讲普遍，大众来讲合将性欢喜，伊无甲这个改变这个事情。毋过你感觉伊若上乐观，毋是乐观，伊捌作者，但是互你看到那是木讷大言，所以人讲即句话，我拄则讲，一罐水面清，迄是半罐，但还是清。所以后壁两句话呢，叫做色性寒，精性结。其实即句话咱互爱看就是。迄个叫做啦调和，因为什么叫做调和？因为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法。因为伊即句就是讲，那伊咱互爱看就是讲色性寒，因为色的干涩的寒冷时阵，用色动产业来克服伊的寒冷，但是因为伫迄个精性业，就讲伫足酷热、足热的时阵。你用清净会当尽量请，咱人会当清净，然后呢，心嘛动啊，就自然了，迄心啊较静。这两句话咱解说起，就讲要用调和什么物件？调和你迄个身心，就产生讲咱今日你嘅身体有造这种，是因为你家己这个心调和无成，你这个热度若超过37度、38度，甚至39度。我相信出早你去看医生的感觉咧，你调无好势，毋过呢，因为伊即个道理内底有一个道，伫迄阵内底的变化，道就是咧讲理，迄个心咧讲气，心咧讲相，理气强，咱伫即个世界的当中，有道理内底咧主宰着气较强，但是较气较强伊变化，毋过呢爱调和，你无调和。当然，伫迄个内底当中，你失调都袂使。比如讲，糖尿病，啥叫糖尿病？伊就是你已经迄个糖尿，你的迄个出问题啊。你的身体问题就是你的身体调和袂好是已经出问题。但是你若调和无好势，那安尼就对袂出问题。所以这叫做道的出现。不上我的句话叫做哪？清净为天下净。即句清净为天下净。要甲解说啦，甲解说头前这物件，迄个情，的佛法来甲讲起，叫做平等，叫做无对立，叫做无是非。换一个解说叫做无两中。因为伊无两中，无是非，伊哪会当正？所以离佛教上来讲起叫做八正道，迄头一篇叫做正。所以离咱的时阵啊，离迄个老祖大家讲，叫做天下正。但是这个性就是讲什么物件呢？拄则咱讲叫做平等，所以咱伫清净经当一句来讲，内观其心，心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弯观其温，温无其温。伊甲你讲，三者譬如为见方，后壁你讲，我尾仔当一句来讲，五道一一五道者。上清净的后尾啊，你句话，你清净的后壁，咱来做一个结论。跟人讲起来，你要达到上清净的内底当中，你来了解心其心，外观其温，温其温；弯观外观其形，形无其形；弯观其温，温无其温。你讲你有发现迄物件，你袂来直接迄物件，迄叫做调和。你若发现迄物件，你心的起心，你佛教上讲。叫做二元对立，你对立内底当中，那是我等思想，我相与人相，因为相对立的叫做众生相与寿者相。所以呢，爱调和到什么物件？调和到因为为天下净，你一定爱有这个净。所以你净的当中，你
过去我哋经过经咱司法评定有啊，证明阿苗做什么什么。依法就是伊迄个证，该是个评定意思。评定的意思就是讲无对立、无对待，伊的意思啊叫做啊，照着这个意思啦吼，这是咱我看法。当然，咱讲述讲的伊的独特，啊，这是咱我个人简单的看法吼。因为即种拄着迄种叫做情节中嘛吼，毋过呢，即种呢到46章啦吼，这叫做地基章啦吼。啊，地基章有两个重点，第就讲卖淫无所有，无淫无所发。卖淫你袂去无所有啦，你一定要是你，但是呢，你若无淫，那安尼就无所发，你本来就有种啊法律在一个所在，但是这个叫做地基，地基，你爱了解你迄个淫，了解自身迄个所在，所以叫做地基。那伊地基伊即种啊内底当中有讲几段啦吼，天下有道，曲装马衣服；天下无道，用马成仪高啦。做木大有可用啦吼，好木大有不抵触啦。叫迄个招啦吼，招木大衣所得啦吼。高低足之足啦吼，相属。即句话听来即个咧简单吼。伊即句就是咧讲，天下无道，天下无道，做比喻啦吼。即个天下无道，就是讲天下有道，却走马依训。迄个训是讲叫做变数，迄个训的训。迄个训咧解释叫做乱陀啦吼。因为即个天下无道叫做大，天下叫做太平。太平内底当中咧，就是因为咱大家当按照规律，该来做行会来做行会，该来创来创哪会，拢毋免多遐争啦吼，咱叫做太平年。这个太平年，伊的这个意思讲，天下有道，却走马依训，来讲即只马啊，因为伊好好去经营着伊的这个土地啦吼，安尼对啦。不过这句话呢，解释着咱的幸福来啦吼。伊讲天下有道，天下无道，咱的太平地位。当然，咱大家当中嘛有道啦吼。我相信咱会按照道的规律去做。换一个解释，咱免得警察，免得军队啦。是安怎讲？因为大家都管你家己，管你嘛做好势啊，敢是？所以这句话啦，甲解释对咱来讲，咱大家人拢有道，天下拢有道，但是叫做太平地。大家拢为着有一条的生活，大家应该去做，为着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给咱太平地。不过第二句话咧，天下无道，用马成仪高。这个天下无道叫做大乱嘛吼。迄用马，迄个用就是用马，换成解释叫剑，迄个用，伊个解释叫剑，剑轻的剑，哦，叫做剑马。不过呢，迄个剑马无论迄个天下咧大乱的时阵，你买的、甲工的，拢爱出征啦吼，拢爱出征。不过呢，伫迄个当中袂当保存的，伊为着战争，伊去到外口安怎？去到外口当中，生囝生伫外口嘛吼，因为刚刚当然出伫外口的当战争，啊无嘛爱跟随战争嘛吼，所以因此生囝就是伊离到外啦。即句话若要甲讲起，讲对咱人咧，天下无道，咱即个社会这人拢有道啦吼。那安尼当中咧，辱骂成吼，即个辱骂就该讲起啦。吼，真是社会小混混啦吼。社会的囡仔上混混，食毒啦吼，诈骗集团啦，就是时阵恶骗做，若讲10外岁就生囝，恶骗生生一大堆，无要生囡的，有无？有生物件有无？会啦吼，所以就讲一句讲安怎这迄个这较无乖的囡仔吼，你遐免搞小事较紧吼。因为伊都无足起来，足恶皮母的，咱就对啦吼。伊就要袂10外岁，伊就开始恶皮，就是啥物代志嘛做。
为什物件呢？伊讲做王牌科学啦，吼，这个做王牌科学什么叫做？迄个药，就是药物。今日是拿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俄罗斯的迄个因的欲望大嘛，你这个乌克兰我都派兵3个我5个我叫你就也笑，你就到，你就投降了嘛，欲望嘛。啊，我的想到俄罗斯这边这大片，那什么毛病？因为伊想要侵占咱的国家，所以因为咱拥有这种的武道，这种的欲望、欲望，用着伊的军队入面吞大咱的咱家己的国家。哦，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讲，科目啊，伊不抵触，当然啦，吼。所以人说是就会讲啊，讲真世间啦，吼，就是人个两种不足，一个叫做充分不足啦，吼，啊，一个叫做不足啦，吼，是不足的物件。唔过呢，因为这个罪的，这个科官啊，也不抵触，啥也不抵触，因为永远就是咩，永远就是对方你袂反触，看别人物件无得来，啊，就是啦，啊。制造祸端啦，抢劫，吼偷盗、绑票，因为这囡仔啦，吼，这社会无道的人啦，吼，伊是有着有着欲望，人真正有道的人啦，吼，有道的人有种有起来啦，人做乞食，人就讲袂做乞食，人都会想要去，吼，这个侵占咱的物件，啊，因为伊就是不抵触嘛，对家己无满足，啊，就是的时阵学袂有，啊，不会当中咧。我家己袂想看，免别人吼，我看者，我看者一个 YouTube 吼，一个组囡仔22岁，啊，就伫咧青山顶咧青山，啊，伊现在伊当然伫较早伫一个中国代表的庄脚，啊，庄脚内底伊就看，有人要穿名牌，穿，哦，迄个衫拢穿迄个，哦，迄个衣服足水的衫对啦，伊也穿伊啊，哎。做你真他都无事啊，但是你想安怎来下当我下当得到我爱的物件，我至少当爱的物件嘛。因此当中，当靠着歹囡仔，啊开始就去食毒，咱甲饲到尾啊，怎袂毒？伊的家庭我超着28地的迄个哪呢？迄个哦，迄个毒品。所以呢，28岁在22岁我。就因为气候用骹练手练，即我要青山的时阵，伊咧发大嘛吼，但是靠青嘛会发大嘛。22岁做囡仔，互两个查会分到发境，阿去现条是伫咧青山，咱家己发条，够可怜，啊嘛够可惜。20岁青春，22岁青春年华，这遮水的做囡仔，特别正面对着死亡。伊心无原因，好，伊不抵触，所以伊今日做成了，伊今日一定爱做成一个不行啦吼。所以呢，因为球啊，无大意用滴啦吼，迄个球就是代表灾难的意思，代表灾难的意思啦吼。所以呢，就迄个当中呢，哦，这个大意用滴，迄个离咱的灾难，今日的灾难就是拢家己用滴，拢离咱这个生命用产生出来。无依足啦吼，上足伊啦吼。这句话当然，学校上师跟讲啊，足好啦。五顶之中是第种，五顶之中是第种资源自在富裕，第种吼，袂使不第种，上足伊。上足这句话甲人解释讲，你的心有良足，因为你拢代表我足，所以咱人代表我足，你是你就是我足。安尼啦吼，过这一句话呢，是咱天主教啦吼，47啊，这些咱全世界哦讲师都来讲的句话啦吼。不出吼，以天下不非有见天道，其出美幻其地美效，以圣言，是以圣言不行其地，不见其名，不为其行啦吼。
不过呢，时间到咱话伊简单要咱做一个我做看法。因为不拢讲过啊，不出路离天啊，因为人用上情情天定实在贵啦其实那边讲起来，不亏有见这见天道，伊这有话来解说的，地府的甲地府的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一个是讲，我唔免着出门，我一定了解道啦，我了解天下啦。一个就是我免开窗仔门，我就看得道啦。其实若要甲讲咧，即句来讲解说，你本身就道，你去到做道。你本身你不你去做一个，就咱我早头讲，即只鱼仔伫海底，伊咧吹海水，海平面咧吹海水。咱今仔日伫即个空气中诶，咱咧吹空气。咱今日汽车买，咱今日咧吹买。其实你若无道，你就要去我遮所。但是你迄个道，你迄个道，就咧运作。咱拄则咱的前两书讲啊，你这个身躯内底当中本来就道啊，天地有啥物，你的身躯就有啥物啊。但是咱拢向外咧找，拢向外咧求，其实若讲讲起，你迄个道若无，你这个身躯，就是讲这个宇宙，这个啦无道啦这个宇宙会大乱。你的心若无道啦无这个主心，你这个心明明啊？非常感谢所以呢，因为本来伊即句甲你讲本来你就有道，你去做道，你就去做道。第三句甲你讲咧，其出弥远，其离弥小其出弥远，因为外口找到，去总去找，但是其实我就变成你找无物件啦。拄则我咧讲，我目镜咧找目镜，咱感觉即个有一种的咱们食老来这种现象，我今仔找，伊无咧找无啊，我目镜咧找目镜，我目镜对，就等于看到所以呢，必是讲离你的头前尔，你就唔知影，你要打总去找，如果找无，你一个自信，你一个不信，你一个道理的身躯，你要去对找解脱。其实，佛道当时甲你讲，大地众生无有如来应的相，但因妄想执着定定真定。若用远离妄想执着，无所记自然地一切地就现的。问题你对的所在，妄想执着，这句话嘛，咧甲你讲，你今日若无妄想执着啦倒到你的身躯你唔免得去犯罪啦其实人们讲起，头前很有话，就甲你走出，是你圣言不行义理圣言有善良的能力，唔免得倒出去找，伊发动更惨烈迄个道。而且咱若圣言呢，咱若知呢，咱这个自信甲圣言有差别。咱的自信甲圣言是无差别圣言无较简单无物件，是安怎伊有差距，咱无有差距，因为咱差离的妄想执着，不能前进咱做差这个物件啦是圣言伊免当作，因为伊无妄想执着，因为伊实实在在能力去了解到伊家己。原来就自成这道啦不见其面，不为而成啦圣人无需要，拢一定要把手看掉，就能将万物描述得很正确。圣人伊用眼看，伊就把一切是放大的物件，写得空是别个东西释迦牟尼，你2000几年以后都把宇宙描述得这样清楚，这句叫做不见其面。不为其成啦这个顺应万物的本性，伊不需要这个适合操作，伊就当成大功啦伊就当立大功、立大业啦。圣人不出门，就倚天老师啦伊就不懂成就这个物件。所以呢，因为这句话应该是咱大家个人的话题差不多。当然，这个人的解释不同啦不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到，所以咱就我会到咱的时间因为咱今日会使讲大家讲了上好啦这是一个事情。因为咱学基本就是咱的理性性目标，这结论，这半点钟咱可以做一个勉励，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